老板娘，有纸吗？有啊。拿包纸巾给我。你要卷纸还是要抽纸啊？拿抽纸吧，快点。请问你是要清风的还是要洁柔的呀？清风的，快点。请问你是要原生姜的还是要木姜的呀？原生姜的，快点。请问你是要那个厕纸还是要那个餐巾纸啊？车用纸，快点。哦，请问你是要大包的还是要小包的呀？小包的，快点。小包的5块。来不及了，请问你这里有内裤卖吗？有啊。请问你是要3角的还是要4角的呀？那条4角的给我吧。请问你是要大号的还是小号的呀？要几条啊？要什么颜色？我去，我不要了。老爹，我真的服了。